日周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德国北纬州艾森市的志愿母亲和东突厥斯坦文化中心为土耳其的维吾尔孤儿组织了一项捐赠计划。东突厥斯坦文化中心主席阿布杜基利利·卡拉卡什谈到了东突厥斯坦的现状，除了谴责中国的不人道的压迫政策外，他还敦促有意识的土耳其公民支持东突厥斯坦。阿斯纳女士、巴提叶女士和艾比路女士分别发表演讲，邀请该国注意东突厥斯坦的局势。此外，还介绍了东突厥斯坦文化中心的媒体组织维吾尔电视台，大约有10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各界新闻界人士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表示，他们对东突厥斯坦非常感兴趣，这种慈善运动将在整个欧洲进行。在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斯坦有5个孤儿被煤气毒死。据报道，在和田地区波兹耶尔乡，父母被中国当局关押在集中营的5个孩子被煤炭驴子释放的煤气毒死。中国政府继续在东突厥斯坦实行系统的同化和镇压，将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关押在集中营。当局把很多被拘留在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人的孩子送入孤儿院。然而，许多无辜的儿童已成为孤儿，他们的处境已引起了国际关注。澎湃新闻网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经贸代表团暂时计划本月13日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以便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代表团原本计划本月较早时，但中国没有预计到美方单方面宣布日期，将于1月15日跟中国高层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使得中国方面不得不改变原有计划。华盛顿方面和北京方面尚未正式确认刘鹤访美事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一呼吁伊朗避免暴力升级及挑衅行为。北约成员国本周一就美伊紧张召开大师级紧急会议。另外，联合国周一呼吁全球各国领导人阻止局势升温，尽最大努力克制并重启对话。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各成员国呼吁伊朗克制避免局势升级。会上，美国代表汇报了上周五空袭杀死伊朗将领苏莱曼尼事件。另外，欧盟外长周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挽救伊朗核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呼吁伊朗不要再令局势升级，以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伊拉克总理阿迪尔·阿布杜勒·穆迪表示，中国是该国的重要和强大合作伙伴，并宣布他们将毫不犹豫地执行与该国签署的协议。根据新闻办公室的书面声明，阿布杜勒·穆迪总理在首都总理官邸会见了中国驻巴格达大使张涛。曼哈迪表示，美国在与 ISIS 的斗争中做出了努力，但我不希望伊拉克成为冲突和该党的一方。他强调，美方应遵守伊拉克国会决议，在外国军队撤出伊拉克一事上配合合作。2019年9月，伊拉克与中国在能源、工业、石油和许多其他领域签署了8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美军被迫离开伊拉克，将对伊拉克实行严厉的制裁，这是他从未见过的。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6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与会外长们在当天的会议上签署了理事会成立宪章。理事会成员包括红海和亚丁湾沿岸的沙特、埃及、苏丹、也门、约旦、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8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